第一项，知识通鉴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，从这个网站进去不必注册，免费下载。参考222种杂史，花19年时间才编完，300万字呢，好几个一起帮忙的，多么辛苦的跟历程啊！累积294卷，谁给皇帝看了呢？《资治通鉴》呢，通史不是正史，它是编年体，写1000多年的历史，从周威烈王23年，西元前403年，韩赵魏3家分晋，就是战国时代开始写，从战国时代开始写到宋朝之前啊，5代的后周呢，后周世宗显德年间，1362年的历史，年为经，事为纬，编年体。现在是这个要怎么下载啊？绿色的是注解，这样很方便呢。有原文有注解。它都叫做什么纪的啦，周纪啊，一直到那个，秦汉哦，魏晋，来呢，宋齐梁陈，隋唐，后梁唐晋汉周，那后周写到后周语啊。帝王本纪呢，他写给帝王参考的。写给皇帝参考的，然后选那个本纪啊。选那个什么记的，记录的记，人物的是列传的。你看哪有《太史公约》？司马光约的，它叫做陈光约。专门看那个约，史官啊，他的心得啊。历史让人有智慧啊，知识就是力量啊。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啊，老师的师啊。最好得名师指点啊，因为真经不在字纸上啊。看看怎么下载，有没有一个向下的箭头？正在下载哟，已经完成一项下载作业。问题是这个存在哪里？这个下载的东西存在哪里？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下载以后到底这个
档案在哪里呀？我不知道存在哪里。下载。等这么久。你看，日期记录到5月1号，现在已经7月2号了，所以不是存在这里。那到底是存在哪里呢？真的不知道存在哪里，跟脸书没有关系耶。压缩档没有关系，档案呢？看看跟档案有没有关系耶？看不出来。哦，原来还有原来那个上面那个选择项目还有其他呢。这个不标准，这个没有扫描，没有扫描以后没有，还没有订正啊。扫描器，用文字扫描器那个手机程式比较准。找档案，你看上面，本来以为只有这5项，还往左，往左把它滑一下，按其他。看不出来下载的是放在哪里，好像不是在这里。那它到底会放在哪里呢？啊，就是找不到哎，奇怪，到底会放在哪里？下载以后会放在哪里呢？下载以后也不知道放在哪里呀。media， 还有 data。真的不知道在哪里。哪有这么多麻烦呢？你怎么跳不出去呀？出去呀？怎么会？哎呦，就停在那里呢，宕机耶！看，宕机呀，停在这里了。啊，真是的。